4月这连续假期头一天，人甲车真正是有够济，高速公路真个路段拢塌甲变过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讲啊，西部的国道伫下晡2点以后，车流量就会明显减少。相信乡亲即摆已经有感受到啊，即摆塌车的范围嘛有较短啊。国道5号下晡有一波大台北地区想要去宜兰佚佗的人，所以讲这个车流量若无降低，有可能会塌到阴暗的8点。也毋过你若讲要等这个宜兰转来台北，可能会塌搁较晚。比鸡仔搁较早起床，连假进前一暝就去花莲省，但是无想到讲拄着塌车。因为在国道3号接国道5号的时候，回堵到很远了。肉粽这连假今仔才开始，但是涨车就真济啊！甚至伫苏花界透早车用量就已经到上限，路南的车破1000，环境赶紧加派人手，离重要路口指挥。到3点左右，那整个这车流量就达到我们苏花改容行的这一个把握量。也是达到了900这样的量，回堵到我们这个苏澳交流道。苏澳地区对苏花界的东澳这边，一路塌到苏澳新站进前。南澳大南澳的路桥嘛，一路塌到苏花公路。国5苏澳端的部分已经回堵了1公里，那全长大概回堵了将近5公里左右。公布提高车速，但是车多行行停停，就是无多开紧，刷刷崩空，车速愈慢。即马敢若剩1点钟20公里左右。路南的路段，塌车的状况可能会一路一直到黄昏时阵。较有名的景点五峰旗风景区，215个轿车车位，无到10点就已经停满了。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足侪人都酒力处理。即马疫情较无遐尼严重啊，就算是会塞车，嘛是赶出门去耍。